唔少嘅本地居民咧遇到就業嘅瓶頸，當局要致力落實保障本地人優先就業嘅法定政策，亦都有需要咧推出更多咧本地人穩定同埋高質量就業嘅環境，讓到本地居民有更好嘅發展空間，增加勞動收入，亦都要加強輔助弱勢就業群體，例如係一啲缺乏經驗嘅初次就業青年、中高齡就業人口或者係殘疾人士等等。本澳嘅勞動基準方面咧，都係需要改善，無論係工作意外、職業病、僱員嘅職安健保障、勞動基準，包括休息休假權、無薪假或者係欠薪保障等等啦，以至係新業態之下，我哋好多從業人員嘅相關保障同埋職業安全呢，都係值得關注嘅。你睇到旅遊業啊、文旅演藝啊、外賣平台、網購快遞，甚至乎運輸業界呢，其實都有好多可能佢係自僱人士或者一種新業態嘅就業人員，佢哋嘅勞動權益同保障呢，都係存在問題。例如有部分被拖欠工資啦，工作時又遇到意外呢，係缺乏保障嘅。會唔會對佢哋進行分析，以便研究點樣為新業態嘅員工提供更好嘅工作保障制度呢？高質量就業、穩定嘅增加收入啊嘛。其實喺澳門嚟講，呢個情況似乎唔係做得太好。呢度坦白講，都同外僱嘅輸入呢係有一定關係嘅，唔係淨係話確保本地人優先就業有個飯碗就得㗎啦，而係話當你可以大量輸入外僱，而你哋可能冇喺一啲比例上或者做一啲調節嘅時候呢，我哋嘅工資就會受到壓力。所以政府仍然要重視嘅就係成個外僱管理嘅問題。你哋作為政府部門，勞工局係要去關注。我哋喺就業配對上，青年嘅就業當然要去關注，但係中高齡嘅就業人士，你哋有冇政策俾佢啊？有冇一啲就業激勵啊、工資補貼？有冇呢啲嘅方式可以鼓勵佢哋入職啊？勞動法嗰個檢視呢，我比較明確啲講啦。今年喺社協嘅計劃入邊，今年或者未來一兩年，你哋按輕重緩急盤順序或者社會發展，除咗產假、年假之外，仲有冇一啲比較重要嘅勞動基準或者係一啲職業安全嘅制度，你哋會去檢視呢？針對性地點樣去幫佢解決失業嘅問題？社保下邊都有一個就業輔助培養規章呢，其實佢都有一啲鼓勵企業去聘用一啲弱勢群體。呢個制度上面，我覺得政府係適時去作出檢討，點樣能夠善用呢啲嘅制度呢，去幫助呢啲弱勢群體能夠有一個就業能力越大，責任就越大。點解我哋會要求博企、大企去做呢啲工作呢？就因為佢哋有足夠嘅能力去幫助呢啲人，無論係從職業培訓或者可能喺薪酬福利待遇相對嚟講係比較好嘅。譬如好似博企呢，而家又會透過一啲譬如外判嘅方式，佢唔直接聘用啊，咁所以實際上，即使你提供嗰個數據上面咧，佢唔包含有啲外判嘅呢啲崗位嘅，但係佢透過呢種方式咧，佢就唔需要去聘用本地人啊，導致到實際上面嚟講，佢啲外判大量都係聘請外僱嘅。咁呢方面政府點樣去監管、點樣去監督，確保呢啲博企、大企能夠真係可以確保佢優先聘用本地人呢？呢個係需要有一個制度去監督嘅。其實政府現時嘅一啲嘅外判嘅工作呢，好多時候其實呢啲佢聘用員工都係用外判，因為點解佢能夠將個價錢撳低佢，導致到佢價低者得嘅時候能夠容易可以去攞到政府嘅呢啲工程或者外判。咁所以其實從採購嘅呢啲制度上面嚟講，政府係點樣去重新去檢視，令到呢啲嘅外判嘅公司呢啲嘅工作能夠優先聘用本地人呢？隨住新興產業嘅持續發展，統計暨普查局亦都適時咁樣優化勞動力調查嘅問卷內容，以增加收集相關嘅資料，並喺統計數據嘅可信度符合標準後對外公佈，讓外界能夠掌握本澳新興職業嘅情況。政府關注而家自由職業嗰個發展，因為其實新一代嘅年輕人呢，可能亦都未必係傳統嘅就業嗰個價值觀，為一個長期嘅機構或者大機構入邊工作，呢個係睇到全世界嘅趨勢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係關注緊呢度。今屆政府會做嘅着力就係嗰個綜合培訓平台，亦都會配合埋一個考證嘅系統。其實現時市面上有好多嘅考證，如果係勞動參與者、本地居民係想轉職或者係想上游嘅，就係考呢啲證照之後，僱主就會有一個叫綜合客觀嘅聘用過程中呢，就知道你已經有呢個標準啦。考本地嘅證、國家嘅證同埋國際嘅證，我哋都鼓勵嘅。喺勞動基準方面，亦都會觀察呢個大嘅趨勢所帶嚟嘅對於法律上高係咪有需要調整嘅訴求。呢度我哋保持去觀察先。咁頭先你提到嘅今年嘅立法議程入邊，我哋係擺咗喺社協入邊有產假同埋年假先啦。其他嘅我哋會同時檢視嘅，會一併去考慮。咁所以亦都歡迎咧繼續聽取在座各位嘅意見同埋社會各界嘅意見，係我哋會充分考慮